大家平安。今天我们依然来到主面前一起来敬拜，也求主带领我们进到他的同在里。当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刻，都愿上帝与我们同在，都愿上帝带领我们进到与他的同在当中。我们透过诗歌来对上帝诉说，愿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同在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望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愿你的荣耀
每个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带我进入你的同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与我们相遇在这带我进入。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带我们进入你的同在，因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因你的居所是你所在的地方，让我们仰望着上帝你所居住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让我们仰望的就像所罗门所说的，向着耶路撒冷，向着圣殿，向着你所在的地方来向你敬拜，来渴慕你的同在。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不论来到教会，或者是在我们分别为圣的地方，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都愿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让我们期盼与你同在的每个时刻。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再只是满足于现况，觉得现在很好，就如此而已，而是让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一步一步地向着圣殿，走向那朝圣的旅途，进到你的同在当中。让我们不满足于现在，而是更多的渴慕你更深的恩典与同在。你的祝福临到在我们当中。亲爱的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充满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9月27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12章第31节到第47节。尼希米记第12章第31节到47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召集犹大的领袖在城墙顶上，叫他们分别带领2大队民众，绕着城游行，感谢上帝。第一队向右，在城墙顶上朝勒瑟门前进。何沙雅走在歌手们后面，而他的后面跟着半数的犹大领袖。在后面走的是吹号的祭司，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悯、示玛雅和耶利米。再下一个是撒迦利亚，他是约拿单的儿子，示玛雅的孙子。他的祖先包括亚撒宗族的马他尼、米该亚和萨克。他后面跟着他那一宗族的其他人员有示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爱、拿坦叶、犹大和哈拿尼。他们都拿着神的人大卫所弹奏的那种乐器。经学教师
以斯拉引导这一队前进。在玄门那地方，他们走上通往大卫城的台阶，经过大卫的宫殿，然后回到城东边水门那里的城墙。另一队感谢的队伍向左，沿着城墙顶前进。我和另一半的民众跟随他们走。我们经过炉楼，来到宽墙，从那里再走，经过以法莲门、耶沙拿门、鱼门、哈南叶楼、百楼，直到阳门。我们在圣殿护卫门的地方结束了游行，这样两边感谢上帝的队伍到达了圣殿区域。除了跟我一起的领袖之外，我这一队还包括以下吹号的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敏、米该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他们后面有马西亚、示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以谢、伊斯拉、西亚领导的歌手们高声唱歌。那一天，我们献了很多祭，民众都非常高兴，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的快乐。妇女和孩子们也参加庆祝。耶路撒冷的欢乐声在老远的地方都听得见。那时候有一些人被派看管库房，就是存放每年出熟的五谷和水果以及11间的地方。这些人负责从各城附近的农庄收集法律上规定给祭司和利未人的捐献物。犹大所有的居民都很满意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他们遵照上帝的命令主持了洁净的仪式和其他仪式。圣殿歌手和圣殿守卫也照大卫王和他儿子所罗门的规定执行任务。从大卫王和音乐家亚萨的时代以来，歌手们一直是领导唱颂赞、感谢上帝之歌的人。所罗巴伯时代和尼希米时代，以色列人每天要送礼物给圣殿歌手和圣殿守卫，人民给利未人一份应得的捐献物，利未人再给祭司们应得的一份。我们今天经文在尼希米记第12章第31节到47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领受，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当我们在看今天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的领受是什么？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可以整个来贯穿来看，在整个经文里面，在看到的就是尼希米他带领着以色列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一步一步的透过这许多活动、许多的庆典，其实用各种方式让人们回归回来，在上帝的面前整修、奉献。所以当中所做的，就是让人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庆祝。而在当中，焦点要转回在圣殿里面的上帝。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不管上帝有没有在他当中，是不是被局限在那里面，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的、被调整的。我们很多时候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在忙着许多事情。我们做的好像很多，我们在敬拜上帝，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在敬拜上帝，我们在满足，常常我们做的事情是在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已，满足自己参与在当中。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同工，我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其实我们是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当我们在整修这所有仪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教会这样会整修教会，整修完之后好像需要做一场礼拜来做再次的奉献，来做感谢，好像做这些东西，但是重点只是因为需要做这些活动，而不是真实的来将自己摆上，而不是真实的要来将这些奉献给上帝。所以这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其实他在做的是在调整以色列人的生命，在调整以色列人的心，所以这是更加重要的。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当这些都弄好了，在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要将这些献上的时候，其实他前面有一个要求，要大家都先预备好，先做洁净的动作。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需要先做洁净。在我们昨天的经文里面有讲到第30节，这边讲到说，祭司和利未人为他们自己和民众以及城门城墙主持洁净的仪式。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需要的是先来到上帝面前，先来洁净，先洁净我们自己。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先洁净你自己？所以当我们要奉献的时候，其实那种洁净不单只是洗完澡而已，其实从外到里，从里到外都要这样洁净。所以当这样洁净之后，接着我们看到尼希米带他们来走下一段路。所以这边讲到说，我召集犹大的领袖在城墙顶上，所以召集的这些领袖们在城墙的顶上把人召集起来，把弟兄姐妹也召集起来。当他们召集的时候，就把他们分成2队，要绕着城来游行，来感谢上帝。所以当中我们也看到尼希米有他的做法。其实用现在来看，我们可以感觉他常常也都是回到这当中，在体制里面找领袖比较快，找领袖找长老一起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让领袖们也能够召集这所有的民众一起来，然后来了之后就把他们分成2队。所以当中分成2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让他们分成2队的时候，一队顺时针走，一队逆时针走。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分成2队游行要做什么？感谢上帝。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重点在于要感谢上帝。所以叫他们分别带领2大队民众绕着城来游行，在这样游行当中要感谢上帝。这样感谢上帝透过了敬拜，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面在讲到说，诗班带着大家敬拜，让诗班带头带着大家敬拜。在这游行的过程当中，不是行政的或者哪些领袖先走，而是让这些诗班带着大家透过敬拜来到上帝面前来感谢上帝。所以这边讲到说，从这边过去的时候，第一队向右，第二队向左，一队顺着时针走，另外一个逆时针走，在城墙顶上朝热射门前进。所以这边在讲到说第一队，所以分成2队，我们看到这2队，第一队是由以斯拉所带，第二队是尼希米所带领的。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第一队向右，而在这里面很重要，记得很重要。这边在讲到说，他们的游行是要感谢上帝。所以在城墙顶上朝着热射门前进，而撒雅走在歌手们后面，而他的后面跟着半数的犹太领袖，所以他走在那后面，前面的是歌手们，是那些诗班、那些敬拜上帝、那些圣殿歌手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然后他后面跟着的是领袖。所以由诗班带着走，然后这个领袖以及所有领袖跟在后面。领袖的后面是这些吹号的祭司，所以这当中有亚撒利亚等等的，后面有撒加利亚等等，这许多的祭司在当中。所以由圣殿歌手，从圣殿歌手开始，然后领袖，然后祭司们，然后后面是他那一宗族的人，所以他们也拿着大卫王所弹奏的乐器，以及金乐教师以斯拉带领着他们这一队来前进。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有诗班，有领袖，有祭司，有接着这个宗族的人，他们一起走。这边没有特别提出哪一个宗族，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宗族有可能就是犹大和便雅悯宗族，因为前面经文讲到说，在当中的特别指出来是犹大和便雅悯宗族住在这当中，而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区块也属于过去犹大，就南国犹大的区块，所以在这区块当中，我们看到里面就提到原本住的人其实也是犹大和便雅悯，所以在这一大队里面的人是这样子。而他们接着在泉门那地方，他们走上通往大卫城的台阶，经过大卫的宫殿，然后来到城门水边，城东边水门那里的城墙。所以这第一队由以斯拉带领着他们，另一队向左走，沿着城墙顶前进。尼希米讲到说，我和另一半的民众跟随他们走，我们经过卢柔，来到宽城，在那里再走，经过以法莲门、耶沙拿门、鱼门、哈南叶楼、百楼，直到阳门，我们在圣殿护卫门的地方结束了游行。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就这样的游行走到这边，两队，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所以照着这样走，而一起游行走到一个地方，那个点是什么？就会进到圣殿。其实就像以前我们在带大专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在圣诞晚会之后，我们去报佳音，一开始一队，后来2队、3队，我们照着不同的路线走，但是我们有一个点，最后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聚集一起来面大合唱。所以当中，当我们在做许多事工规划的时候，我们要抓住那个重点，
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地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失焦，我们常忘记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只是在做很多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越做越大。我们要把它弄到很大很大，然后呢？其实我们以前有做过很多很大型的活动，然后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忘记了，我们常常失焦。而当我们失焦的时候，也常常做的更多，离上帝更远。所以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常会讲到说，在服事里面，我们常会提马大跟玛利亚这对姐妹。其实很多人在提这个时候，其实牧师也提过很多次这对姐妹。其实我会认为马大没有不好，只是他常忙到失焦了。他很忙碌，参与很多很棒的服事，他很愿意做，而在当中忙到他已经忘记在做什么了，所以失焦了。而玛利亚，她先聚焦，她先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她先抓准了方向。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抓准方向。当我们抓准了，我们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怎么走。而在当中，让我们每一步都不偏离，都不失焦。当我们失焦的时候，彼此稍微抓一下，稍微提醒一下，调整一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尼西米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在当中，他看见、他听见那些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做的是修复城墙、重建城墙，然后进到圣殿里面的整修，然后让祭司、利未人、圣殿歌手、圣殿工人等等的回到他原有的岗位上。而在当中也让以斯拉在当中来宣读上帝的话语。当大家听到哇这么棒的东西，他们就被上帝的话感动，接着更有内在的动力再往前。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他所用的内在动力两个，是在这当中包含他们用52天来重建城墙了之后，他们很有成就感，他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接着进到上帝的话语。所以一个是他们是手上所做的工带出的成就感，一个是上帝的话语带来的力量。而在当中两个加起来，让他们更加有动力进到这当中去看见上帝的带领。所以也进到祝棚节，也进到这当中要一起庆祝，一起敬拜上帝。所以他们接近了，也在当中一起游行。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一步一步的上帝让他们去经历这所有事情。所以当中讲到说，这样两边感谢上帝的队伍到达了圣殿区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讲到说，其实他们这两个游行重点是什么？前面一开始有讲，他们去游行感谢上帝。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在感谢上帝，透过游行从一样的点向左向右的往前走。所以当他们这样走完了之后，也进到这当中，一起进到圣殿的区域，一起敬拜上帝，感谢上帝。所以这边讲到说，除了我跟我一起的领袖之外，我们这一队的还有以下吹号的祭司，以利亚金等等的这些祭司，后面还有其他的这些同工、这些祭司们。最后他提到说，以斯拉西亚领导的歌手们高声歌唱。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的记载里面，应该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他们在当中在游行的时候，在感谢上帝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有这些圣殿的歌手，他们不断的带领大家来敬拜上帝。在当中，他们一直在传唱，一直在唱着感谢上帝、赞美上帝、敬拜上帝的歌曲。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在当中一起来领受这些，让我们透过各种方式，过去可能要透过我们自己记得的歌，我们这样唱，我们这样唱，有很多人会在当中透过唱歌，让他们能够专注在工作当中。当他们该工作的时候，他们持续不断的唱着敬拜上帝的歌曲。而在当中，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以前也放着收音机，透过收音机或电脑的播放，在放着录音带，后来是 CD， 放着这些歌曲。而现在有很多人也是放着 YouTube， 放着网络上的诗歌，不断的让自己进入到敬拜当中。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这世代有太多的东西，让我们能够进到敬拜的里面。所以在这当中，或许网络上我们很多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但是在当中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来敬拜。所以我们在台湾可以有台语、华语、客语，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原住民的语言。在我们当中，或许我们也可以会有一些缅甸、越南、泰国、菲律宾等等的语言，这也变成我们台湾多元性的语言在当中，也有很多的网络上可以找到许多英文、德文、法文、日文、韩文的歌曲。而透过这当中，或许我们不知道这些语言，但是有很多时候也可以透过这些诗歌的敬拜里面，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更深的进入到上帝的同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歌手他们在唱的，就像很多教会在说用方言祷告，用唱灵歌灵语的，而在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他们在做什么。很多时候这些真的是灵的带领，也带领我们进到敬拜的场域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参与在这许多的服事当中，当我们在做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都要提醒我们在做什么。其实这边在讲到说，在敬拜上帝，感谢上帝。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一场游行当中，其实他们就很明白在讲，这场游行是在感谢上帝。而这游行的队伍的最前面，就是那些诗班，就是那些圣殿的歌手。所以这边再次提到以斯拉西亚领导的歌手们高声歌唱，高声歌唱。所以当他们这样游行完之后，进到圣殿的区域，他们在高声歌唱，继续的敬拜上帝。那一天我们献了很多祭，民众都非常高兴，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的快乐。所以当中献了许多各种的祭，烧化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摇祭等等的，可能献了非常多的祭，也献上非常多的牛羊。所以这边讲到说，上帝使他们大大的快乐。在当中，当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当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可以领受那种从天属天的喜乐进到我们当中。当我们完全的敞开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向上帝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很不一样。所以这当中，当我们来到这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摆上，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让自己完全得着释放。当你得着释放，你的生命得着释放，不再是被压抑，不再是被捆绑的时候，你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会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面也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来经历这一些。这边提到说，就连妇女和孩子们也参加庆祝。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特别看到这边特别提出来，妇女跟孩子，其实也在讲到说，其实通常也都是男人们。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记载说多少人，其实也都在算男人多少。而在当中也特别提到这些妇女和孩子们也参与在这当中，他们也参加庆祝。耶路撒冷的欢乐声在老远的地方都听得见。所以在这样情况当中，大家自己参与在这里面，其实这样的开心，这样敬拜，很远的地方也都听得到。其实也看得到他们生命里面所展现出来这些。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可以这样来敬拜，让他们很释放的敬拜，让他们没有担忧，没有挂虑，在当中好好的敬拜上帝。因为在当中我们看到尼西米带他们一步一步的把很多东西都处理好了，所以他们不用担心外来的攻击，不用担心他们生命的缺乏，不用担心许多的事情，而在当中也开放了，让祭司们，让利未人，让这许多的同工，甚至这边也提到，让妇女跟孩子们也参与在这些庆祝当中，让所有的人都一起进来，一起来享受上帝的恩典，一起来在当中享受上帝的同在。所以当他们在当中一起敬拜，一起唱歌，一起感谢上帝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用天主教的话语来讲，就是一种共融。对我们来讲，也就是一种团契的生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当中过这样团契的生活。而这边也提到说，耶路撒冷欢乐声在老远的地方都听得见。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线上的时候，有更深的这样的领受。我相信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进到上帝的同在当中。所以我们的教会也需要如此。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期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参加在礼拜里面。当我们的孩子一起参加礼拜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很开心的。过去当我们在看到孩子参加礼拜的时候，可能会有吵闹声，可能会有大声小声，可能会比较小的孩子会哭，而在这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都能够包容这些，而这也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要让妇女，其实让男人、让女人、让大人、让小孩都参与在这样的敬拜的过程。后续这边也提到说，有一些人被派看管库房，就是存放每年出手的五谷和水果以及十一奉献的地方。这些人从各城附近的农庄收集法律上规定给祭司和利未人的捐献物。犹大所有的居民都很满意祭司和利未人，所以他们很乐意的奉献，其实我觉得在当中，我们是不是有看见？这也就是我们常常遇见的事情，是不是？当你对祭司利未人很满意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整个献祭的过程，在这整个仪式的过程当中，参与在这里面，让你有所领受的时候，你会更加愿意参与在当中，而更加的愿意献上自己所有的。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要派许多人去管理，要派一些人去管理，因为这些奉献非常的多，出手的五谷和水果和十一非常的多，需要有一些人来看管。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些当我们愿意摆上，所有人都愿意摆上，上帝的大能就充满在当中，也让我们得着的丰收，
让我们经历了丰盛。而在这样丰盛当中，彼此有一个正向的循环在这里面，让这些祭司利未人全心的投入在服事里面，让他们不缺乏，而且是丰盛有余。而这样丰盛有余，也在弟兄姐妹身上来看见这样的丰盛有余，所以他们出手不手软，因为他们在当中去经历上帝的丰盛。这边最后讲到说，犹大所有的居民都很满意祭司和利未人。其实他很满意祭司和利未人，其实相对的也在看到说，他们去经历上帝的大能在当中，所以他们，其实我们常常说，看见祭司和利未人如同看见上帝一样，现代人也是一样，看见牧师牧者，其实也就是看见上帝。而在当中对待牧者的方式，其实也是我们怎么样看待上帝的方式。所以就是这样的经历在这里面。所以他们满意祭司和利未人，重点是他们遵照上帝的命令，主持了洁净的仪式和其他的仪式。圣殿歌手和圣殿守卫也照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规定来执行任务。所以每一个人的服事都照本分来服事，该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所以你每一个祭司，每个利未人该怎么样做就如此的做。所以当我们进到本分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大能就彰显在这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当中参与在当中，好好的尽责？不管你在哪一个职分，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领受，我们就尽责的进到这当中，在这所有事情里面，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恩赐职分来服侍。所以这张讲到说民众对他们很满意，如果后面连起来，也就是他们遵照上帝的命令来参与在这些服事。所以群众对他们满意，也就是因为他们照着上帝的命令来做，而在当中也就是上帝的大能充满在当中，也就是他们经历了上帝的大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赏赐。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子，是一种互动式的。后续这边讲到说，从大卫王和音乐家亚萨的时代以来，歌手们一直是领导唱颂赞，感谢上帝这个人。所以他们一直在这个位置专注在做这样的事情，领导唱颂赞，感谢上帝之歌人。所以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乐团，我们的圣歌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所以里面讲到说，领导唱颂赞，感谢上帝之歌的人，领导了大家一起来唱颂赞，感谢上帝的歌。所以期待我们能够进到这当中，一起来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所罗巴伯时代和尼希米时代，以色列人每天要送礼物给圣殿歌手和圣殿守卫，人民给利未人一份应得的捐献物，利未人再给祭司们应得的一份。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这样子，让这些服侍专职服侍的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给这些歌手们，给利未人们，他们日用的需要，给他们足够的谢礼，而他们这当中也要拿11%，他们要从他们得着这些拿出来给祭司。所以让这些所有参与服事的人都不缺乏。当我们领受这许多恩典，
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享受，也让这些很多人我们会觉得，好像牧者没有什么生产。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牧者、这些祭司、利未人，也是用他们的全心全意在服侍上帝，在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因此，在这样服侍里面，我们看到大家能够享受在当中，能够更加的投入，更加的委身进到这里面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或许我们看到这只是一个奉献城墙的一个仪式的一个游行，然而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尼希米带着以色列人回到上帝面前，让大家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来经历这一场游行，一场奉献礼。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经文，来思想今天经文，让上帝的话语从我们帮助，让今天的领受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
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也让我们用我们全心全意、尽情的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这许多的同工来帮助我们，你拣选了这许多的人，让我们能够因着他们得着了恩典。在当中，你拣选了这圣殿的歌手，让他们能够用感谢的诗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在这样游行当中，也让这些颂赞、这些赞美、这些感谢引领着他们。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面也是如此。在当中用这许多的方式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所赐下的恩典。主啊，愿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这样来经历了这许多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论是国家，不论是宗会、教会，或者是我们家庭、我们自己的生命，都让我们先以敬拜开始。都让我们用赞美、感谢的诗歌来带领我们一切的开始，让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这些想法来主导一切，而是先将所有一切摆在你面前，让我们透过敬拜、透过祷告、透过这所有的仪式，来回到主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愿你赐福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回到上帝面前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与大能，愿上帝赐福于你。